碧波圍演青山作卷，仙女湖以50平方公里清波，織就東方愛情神話嘅底色。風景遊特別安排端午節 DIY 包粽活動，重本包遊船上雨仙島、七夕島、愛情島。晚上呢度熱鬧非凡，可以欣賞精彩表演，參與篝火晚會，度過一個浪漫嘅晚上。明月山以山崎、全西、禪真、龍翠為特色。風景遊包咗雙程纜車上落，輕鬆觀賞茫茫雲海，又或者泡一池西泉洗滌塵埃，感受天人合一嘅東方哲學意趣。山腳下嘅富西溫泉水溫68到72度，可飲可浸。我哋特別安排2晚入住2024年全新開業嘅大溫泉泡池客房，盛世煙花最美仙境，端午總情山水為證，緊辦一團嘅咋，額滿即止，期待你嘅參與。